1932年末，柯倫喺營地街82號開設南華醫社，以行醫為掩護，開展革命工作。佢秘密聯絡隱居澳門嘅葉挺將軍，促成葉挺與中央紅軍副參謀長張雲逸嘅會面，為日後葉挺出任新四軍軍長奠定基礎。1936年，柯倫進入鏡湖醫院，擔任護士學校義務教師，推進醫療改革，並在鏡湖醫院設立中共嘅秘密聯絡站。1937年，佢推動成立澳門中國青年救護團，親自擔任訓練部部長兼班主任，培養大批戰地救護人員。1938年至1939年間，呢啲學員無懼硝煙，奔赴廣州、中山前線參與戰地救護。1940年，柯倫聯絡廣東大學醫科嘅師生，組成鏡湖醫院西醫顧問團。1942年，喺柯倫等人嘅部署同埋鏡湖醫院嘅掩護下，成功救出夏衍、范長江、梁漱溟等多位滯留香港嘅文化名人，經澳門北上轉移至桂林等安全地區。1943年至1945年間，鏡湖醫院收治咗2000名英籍病人及275名美籍病人，展現出崇高嘅國際主義精神。柯倫以醫術庇護革命，以人心服務澳門。其創辦嘅救護訓練班，不僅傳授戰地救護技能，更加點燃咗澳門青年愛國救亡嘅火種。我係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嘅理事長劉永成。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咧係成立於1871年。咁柯倫醫生咧，其實喺1935年嘅時候咧，係因為按照翻我哋共產黨組織嘅領導咧，安排佢嚟澳門咧，全家嚟澳門咧係居住嘅目的就係希望能夠可以照料當時喺澳門居住嘅葉挺將軍。佢醫術又高明，同埋佢亦都係有一個崇高嘅品德所以話當佢嚟到澳門擔當呢個醫務工作嘅時候咧，亦都係贏得咗我哋澳門人嘅信任。其後佢亦都入到嚟我哋嘅鏡湖醫院係工作嘅時間咧，可以講話係佢利用咗佢作為醫生作為一個掩護，從而推動呢個革命嘅工作。咁呢個咧就亦都喺我哋嘅醫院入邊留下好多嘅歷史嘅事蹟。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哋大家都有深深嘅感受。咁我覺得呢樣嘅精神咧，其實已經深深咁係融入我哋嘅腦袋入邊咧。我哋覺得作為澳門人嚟講，鏡湖人嚟講咧，我哋亦都係全程咁樣係支持愛國愛澳，一國兩制，亦都好希望能夠我哋全民都可以支持特區政府係依法施政咧，令到我哋個社會發展得更加好。